欢迎观众朋友再过转到了节目的现场，今边新闻幕后的单元带下来分析大概今年中共两会尤其是年态嘅政府工作报告底部呢，有更多見到減稅啦，還有見到嘅未來發展嘅策略，甚至係講到啦兩岸關係，都得完全發展咯。今邊搶到嘅那個專家呢係長期來關注中國大陸私募嘅那個民主基金會嘅副執行長嚴建發。老師你好，主持人好。老師，當然我們想先從一個東西來破題，因為我前幾天在看這個新聞啊，這個 BBC 有很有趣的報道，就是他說當這個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兩會的這個新聞的時候，尤其是中共的中國政府的工作報告的時候，那其實台灣的媒體蠻關心，反而是說這個韓國瑜要去訪問中國大陸，然後呢，他要不要選總統這個議題，老師你怎麼看？就是一個好像與我們很近的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跟一個其實離我們沒有這麼遠的中國大陸那個影響性，老師怎麼看？像這件事情，是因為可能這個威脅一直存在啊，所以大家也疲掉了，覺得反正你兩會，因為在19大這個政治報告出來以後，大概接下來的工作報告都是順着那個理路來嘛。然後最近我們看到美國對中國這個經貿上的這個打壓非常強。還包括安全上，所以大家大概覺得格局大概定了，所以可能因為這樣，所以對中國這兩會也比較沒興趣了。因為這個就是他一個工作報告，而且大家知道，他的政府工作報告雖然有人大政協，可能橡皮圖章，它不像我們立法院的審查，那是來真的，動。所以說他就認為，反正就是在對於這個台灣觀眾來講，反正他就是形式，每年就是一樣，他內容都決定了，內容都決定了。你現在也不可能批他，有些可能是小小的批，那是一個在作秀嘛，所以大家對這個兩會不關心，我想可能有這個方面的理由。但其實這個大家對兩會不關心，但其實兩會最後的這個他們的工作報告出來，可能對台灣的影響就非常大。因為你看，像這一次我們觀察到的是說，這個去年這個15條已經正式寫入他們的這個整個工作報告裡面了。那雖然說整個通篇100分鐘的報告裡面大概只有200字提到兩岸關係，老師，但是你的觀察是，就你的觀察來看的話，這次在這個兩會的這個報告裡面講到這個對台灣關係上面，它有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嗎？它傳達訊息，它提到台灣方案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好，然後要跟我們這邊去的團體或個人做協商，這些都是舊的東西，所以而且。以目前來看，中國最關心的還是跟美國的關係，因為他現在招架美國的這個打壓已經快招架不住了，所以他現在沒有比這個美國問題更關心。那兩岸他是長期就這樣子，他現在只是說希望只要期待台灣不再更進往獨的方向走，他就覺得很安全感。也的確好像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國台辦的主任劉結一，他在這個會後接受訪問的時候，他有提到說，他把台獨分子視為這兩岸共同的敵人吶。但他們也同時也講到說，這個以前也很少用的詞叫做說兩岸的融合發展。似乎又印證了他們中共一直以來對兩岸的策略是這個軟的更軟，硬的更硬。老師你怎麼看？對，他就一手硬嘛，一手打台獨。二手就是要吸引台灣人跟他一家親，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個假議題，因為他就是不想跟台灣談，他對台灣大概這個民主化大概已經死心了，因為現在會重提一國兩制，沒有新的東西，就表示都是30年前的東西。對，而且甚至如果因為社會進展應該有新的東西嘛，所以這反而是一種倒退，邏輯上來講很倒退。但為什麼會倒退？因為他覺得說。要處理台灣問題沒那麼簡單，你要經過台灣民意啊。另外就是說，我們後面還有一個美國因素在，美國怎麼可能把這麼重要的戰略位置交還給中國？不可能。而且以第2次世界大戰來講，當時是美國花最多的資源力氣把日本人趕走，並不是中國。中國當時在中國，不管是共產黨、國民黨，都在大陸在抗日，差一點被日本滅掉，所以。台灣對他來講不相干，那美國不只是在2次戰爭的是把日本趕走，而且戰後重建的部分呢，美國花很多力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
准备要出来选总统，或者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先去美国，都去美国就朝拜嘛，这几乎是一个例行的惯例，就表示美国的影响力很大。那他现在要把它弄成两岸一家亲融合，就是要骗这个国外，就是说啊，我们两岸一家亲，所以这是内政问题。但是内政问题就是把美国因素排除掉，把美国因素排除掉哈，在道德基础上，在法律基础上，在这种军事上，如果能排除掉，台湾就易如台湾就易如反掌了。所以它的磨练并不是放在台湾，它主要是美国。所以其实在这个包括说他整个工作报告里面，其实台湾的问题这个优先顺序其实还在很后面，很后面。因为当他定一个台湾不可能买的价，就表示他不想卖嘛，这跟买卖一样。是你不想跟人家协商嘛？因为你要跟台湾协商，那我们现在不能用党去协商，要用政府。那你首先要认同这个政府中华民国嘛？他不认同啊，不认同，那你怎么去协商呢？所以那个根本是假的，那是骗台湾的一些不大了解的这个人民。是，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我们对岸对于台湾的威胁其实也越来越大。我们看他今年军费的部分好了，他军费呢今年是大概是7.5%的，他是报告当中写是7.5%成长，那大概来到将近要1.2兆是人民币。对，那我们看到这几年连续3年都是破兆的这个样的预算的编列。对。那当然从2015年之后，它的成长率已经不到10%，都7%、8%、7%、8%、7%、8%。老师，那你怎么看哦？看到他们军费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讲，对两岸关系来讲，其实如果我们要与它抗衡，我们的其实这是整个失衡的呢？现在是一个打群架的时代，如果中国打台湾，那美国、日本、欧洲一定进来嘛？真的有这么肯定吗？因为台湾是第一岛链，这非常重要。只要第一岛链守不住，第二岛链也很脆弱，那美国只好撤离亚太。至少在这一块很重要。那日本被孤悬在东北亚，韩国也是，所以不能打台湾。打台湾，美国就会公开翻脸。所以打台湾就意味台湾独立嘛，因为到时候台湾一定要参加美国这个选一边嘛。那时候美国不会再要求台湾什么3个公报，一定用台湾关系法嘛。大家知道台湾关系法的位阶比3个公报高嘛，也就是说外交公报只是两边关系好的时候有用，两边关系好没用，那是已经撕毁了嘛。所以说最后老师你认为说最后他会回归到国内法，万一真的发生冲突的话，因为对他来讲，他现在弄1国2制，他没有损失，他没有成本，他本来就没有统治台湾啦。1945年的时候，台湾还是日本的，那1945年结束以后，是美国把日本人赶走，台湾并没有这个在国际法上完成归属中国的这个过程，因为1991年旧金山会议，这是决定日本战后以后的一些问题，可是北京跟台北都没有被邀请进去啊，所以没有完成这个手续。那没完成手续，当然后来因为国民党因为共产党的关系，美国因为要抵御共产党，所以让蒋介石政权来台湾。那这是一回事，住在这是一回事，但是法律过程是另外一回事。就好比说你去住一栋房子，过去可能是你祖先的，可是不见得就是你的哦。你一定要有产权呢、啊，你要有这个过程这个仪式啊，没有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看着还是美国在决定，而且这是坦白讲，就是经济利益跟安全利益嘛，是霸权，美国是霸权的一个想法，所以他现在就说不戳破，可是你要逼我，那我就讲白了。所以美国一直在讲两岸维持现状，现状是美国界定的，那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他只差没有说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他只没有讲白而已。我们再回来就是今年这个中共的这个他们的军费哈，当然1.2兆，全世界这个数量大概是仅次于美国了。是，但他们自己也讲说，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个军费只占了这个他们这个总共 GDP 的1.3%，那先进国家都是2%，比先进国家低很多，似乎好像没有。说我在世界上并不是这种军事霸权的意味，是会这样宣示，还说我们有更多看不到的东西是在台面下的这些军费的编列。他一定说他不称霸，因为现在美国、欧洲对他称霸都已经很感冒，所以现在把他压制嘛。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那个成长嘛，反正小一点，比去年低，可能为了应付美国，
也就是说，假如我没成长那么多，对，因为现在美国是千方百计想要压制它，它不可能把经费拉很高嘛，它可以弄很低啊，因为它很多水分你根本查不到，它不透明嘛，甚至说它可能把很多经费编在别的领域，比如说教育的，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个对新疆的这个所谓的再教育，维吾尔的这再教育，那个也很多是军事行动，可它可以把它编在教育啊。好，我只是举例子，当然我不晓得实情是不是这样。我是说，在一个不透明的政体里头，他要怎么做？所以你认为他的这次公布的军费其实只是一个台面上军费，它还有更多黑数是我们看不到的。至少他避免美国对他的戒心，他一定会这样做。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们坦白讲不知道。可是他是可以这样来隐藏的，因为以目前来看，他大概知道说这一场战争，未来这场战争大概是一定会打。他要做防备，做最坏的打算。美国最后，因为谈到最后，美国现在要求他要彻底的结构改革嘛，可结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政府不要介入，它是公有体制，它是以国营企业为主的，你叫他不介入不可能，叫他不补贴不可能。哦，那这些是美国最痛恨的，因为你不公平竞争嘛。那他现在先安抚美国，啊，用很多的方式安抚美国，包括买东西啦什么的。或者开放一些市场，可是终究美国要的不是这个，还包括你对智慧财产权的这种执行，那执行一定执行不来嘛，因为它的社会不透明啊。你到中国一样，你到中国你随便进图书馆都不容易了，对不对？那不像我们自由世界，你到美国你到图书馆没有人理你，你根本不用，你的证件都不用就直接进去，所以这是不同的环境，因此它很多隐藏是可能的。我讲到他们不刺激美国，其实我有观察到说这一次他们的就是用了好多年这个中国制造2025，其实在这他们的工作报告里面是只字不提啊，对，不刺激他们，似乎就是要看这个，要让美国知道说，其实我没有这样的野心，然后要走这个是不是要走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那时候战略路线？老师你怎么看？可能他觉得说用这个方式比较好啦，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国学者讲，在大概8、9个月前，他讲说，他们很多事情只会做不说了，就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了。对啊，所以他何必在这个时候提2025呢？但是他有提到强国，强经济，就是要从大经济转成强经济。那强经济就是它的体制要提升嘛，它的能力要提升。那我想，这个2025计划已经早就在工作报告里面，他都在做了嘛。你叫他停，他不可能，而且这是他的命根。他如果想要维持他的原来的计划，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体跟军事力量，那他非走这个不可。可是他一定要跟美国说我不做了，可是到底有没有做，他不是那么透明了。所以你如果美国再花一点时间去查到，可能川普已经是第2任结束了，所以这个很难。谢谢。但是上半场内容，下半场来关注了个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来面对个民生条件，你可能还有继续关注。欢迎观众朋友再过转到讨论现场，下半场的继续带下来关心嘅是中国经济成长同未来发展的可能。老师，下半场呢，我们呢，你刚刚上半场提到说，中国其实现在维持他们经济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包括他们科技发展这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今年的他们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他们未来的那个经济成长，希望能够在6.5%到6%之间。那去年的时候是6.6%，那6.6%已经是他们1990年来这个将近30年来的最低数字。老师你怎么看呢？中国不断的把这个经济成长下修，甚至他们国内有学者也认为说，其实中国经济成长根本没有那么漂亮，它就是一个负成长状态，只是没人知道。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下修是一定的。其实以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讲啊，6%已经算不错了，经济体算不错了。只是说它这个数字到底真是假不知道，因为它资料不透明，
但是他们内部有经济学家说很可能负成长。对，那负成长差跟6那差很多啊，所以这是可以争论的。问题是它黑箱你看不到，但是以中国共产党他的做法啊，大家记得就是说，他都是以自己党的利益为中心，他不会吃亏的啊。比如说减税是有减税，减税为什么减税？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制造业出口都不好，所以他让减税，让企业界感觉到压力没那么大。可是他还可以去再征税啊，比如说灰色地带，那我就灰色地带开始抓嘛。所以像我们看去年什么范冰冰啊，很多影星被查税，你从这边再抽回来就有了嘛。所以他不会吃亏了，他不会吃亏了啊，只是说他的灰色空间会越来越小。那灰色空间越来越小的话，是人民的消费力就有影响。因为以前很多的消费力我们估不准，是因为它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地下经济。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好像它经济不好？我们看到它经济好像不好或者衰退，它的市场好像还很活跃，就是因为灰色地带嘛。啊，过去20-30年它赚很多钱，所以它现在老百姓还有钱，但是这要看你能撑多久。因为以目前来讲，它外汇存底不断的流失，啊，一流失可能都上兆，有些资本外逃，然后美国又给经济制裁等等这些加起来，还有它贪官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所以不是很容易，然后它里面有讲到说，接下来这个公务员要勒紧裤带，类似勒紧裤带的说法，就是要生活紧一点，就是要，我们客家话叫扛耐一点，我就是要大家忍耐一点过日子，感觉。但是你想，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曾经拿那么多，如果有拿就拿，这不会少嘛。那将来很可能那个行政手续说简化，可能更严格。更严格，结果就是说你还是要给一些东西好处嘛，而且减税是这样，我减你这个税，我可能加你别的税，只要没有把你剥的让你这些剥皮剥到你就鲜血淋漓就可以了嘛。而且它是东挪西挪，大家知道以前中国在90年代有所谓的打白条，就是说你银行存100万，你只能领20万，他还欠你80万，或者买卖他可以先打条子说欠你，这就是他不透明，他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这边挪过来，那边挪过去，只要他没有体系没有崩解，他就度过了。所以他最大的长处就是他专制，他资讯不透明，所以你不知道他怎么乾坤大挪移。可是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因为你持久以后就会出问题。终究这是一个物理定律嘛，就是说当你这个东西越来越少，气球还是要戳破的啦。对你流血流很多，进来的那个养分很少，结果你会越来越壮，那不可能嘛。终究这是一个物理定律，一定会萎缩的，会碰到萎缩的问题。所以他现在的这个股市、汇市、房市啊，都出了问题，就表示他这健康有问题。老师，可是你看，就算你讲健康有问题，可是他们这一次，你看有提到减税，他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来补回来。但我们看到他这次减税的幅度，似乎也蛮大的，包括什么制造业、运输业，都增值税全部都下调。然后呢，他公共投资也很多啊，公共投资也增长嘛。那你不会觉得很怪吗？就是说你少进多出，那你变得会，你政府会变虚啊。那虚的问题是将来怎么处理？是，所以他只是想，我觉得他就是先度过这一关再说，因为美国对他的打压不会立即停止，这前面只是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最终美国是一定要把中国打趴了。老师，你认为就是李克强讲的很好听，叫做放水养鱼，但这个放水能够放多少，那个鱼能够养得多肥多壮？老师你怎么看？像这样的情况下，是啊，还只能沦为口号而已。那看放给哪些鱼嘛？一定是国营企业先吃到嘛。他这一次有提到说要对小型企业啊、民营企业要多贷款，增加他的那个银行贷款量嘛，对不对？问题是说，那贷款你要有条件啊，你要抵押。那如果你没有，我为什么会贷给你？就是要落实层次就有问题。其实这个方案就像我们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政府也提出一个什么要纾困计划，结果没有人申请，因为你条件都不够，然后要有相应的条件。是啊，那你知道银行都这样嘛？雨天收伞的状况很频繁的，这个是很常见的。也就是说你想去贷款，可是你的条件不符，因为这还是将本求利嘛。
如果你可能会倒闭或还不了钱，我为什么要钱借给你？好，但是它国营企业它有政策的导向，所以最后钱还是流到国营企业。所以老师认为说，不管它怎么减税，怎么样增加公共投资，怎么样的便利民生啊，让民生的一些网络什么使用费全减，其实肥的还是国营企业咯。当然是有，不能说没有好处，养特定的鱼了，有好处了。就是说你至少水放出来，大家吸一点，因为口渴嘛，你只要喝一杯水，可是这个能喝多久不知道。而且通常这东西在这不透明体制里面，一定都导往这个肥的比较大的强的地方去嘛。所以国进民退，就是国营企业进入市场，民营企业退出，这个现象一时之间还不会改善。老师，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包括中国这次很多媒体也形容，这次他们的工作报告，其实写得很浅显易懂啊，人家说浅显易懂，然后说非常接地气哦。那也拼了很多民生措施，包括一些社会福利啦这些东西的。老师，那怎么看未来？是不是用这些民生、用这些庶民的方法，会成为中共未来他们在处理他们国家事务的时候一个基调与方向？应该是，因为他现在特别强调维稳，就表示社会不稳嘛。社会不稳就是表示底层反弹很大嘛。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所以很多资讯其实来得很快。好，虽然他也还是会用防火墙，可是资讯基本上不像以前那么封闭，所以你要用以前那种打白条方式很困难了。那他现在要刺激这个经济内需，就让人民的购买力增加，让他的制造业继续成长。问题是说，你这个整体大环境如果不好，比如订单不下来，很多这资金外逃，很多资本移到东南亚，连国营企业往东南亚走，那这样的话，你订单没有的话，你这个经济利得就很少，所以可能反而你减税以后，大家是把那个钱省下来，不是花出去。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变成一个另外恶性循环，就是说，当你强的时候哈，你这种的是利多；当你弱的时候，这个反而是会让经济卡得更紧。因为当你得到这个东西，你会更不敢花，更不想花，因为你有一个预期嘛，预期心理。所以有时候看就是说，当政府把钱还给人民，这是对的，但是它的效果，它能达到的这个成果，不见得是如想象中那样。老师，你说这个成果可能没办法像他想那么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工作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李克强频频试汉，然后报告当中写了24次风险，风险似乎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个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的执政压力非常大的感觉，然后好像很担心说随时都会有预想不到意外发生。那中国的风险到底在哪里？那他未来要怎么去面对？它的风险在于内跟外，内就是它的经济已经下滑，这是一个势头，而且有高龄化。他们大概到2050，我忘了那个数字啊，大概将近3亿的老人高龄人口，就1/4都是老人家。3亿耶，那是很难想象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社福这个退保的压力，因为你年纪大，你健康，所以你要花费，你是依赖人口。还有少子化，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也不例外。还有这个外国投资也会越来越少嘛，因为美国现在尤其对高科技的打压，那你像中兴、华为都已经出问题了嘛，那你可能这样的骨牌效应，所以还有包括他贷出去的钱很多，外交“一带一路”，他借钱借很多出去，收不回来，所以他花很多，然后包括贪官污吏等等这些，所以他过去赚很多钱没错。但是这些钱可能也没有完全累积起来，那很多基础设施做得很好，可是未来要维持是个问题，而且这有成本的问题嘛，所以它问题非常的多。那外交打压，被美国和它盟邦为主的经济跟安全上打压，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它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多。那就李克强来讲，现在所有的权力都是这个习近平抓了嘛。可是负责可能是要他负责，所以当然，如果说所有的决定都是你老板决定，那你在念这一份报告，你当然会擦汗呐，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呐。所以说他所要面对，老师你讲包括他们内部的风险、外部的风险，等于是千金全部压在现在这个总理李克强身上。是啊，然后内部风险还有包括像
新疆的问题、西藏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算不算它的内部风险？他把它解释成内部风险，但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什么东西我们都自主了。对啊，所以说这个千斤重担压在一个人身上，难怪现在感觉好像中国政府就算很大，但是好像他们的执政领导人好像也不太好当。这是集权的优势，也是集权的缺点，因为所有事情都你一个人要拍板，大家就在那边等，所以说他压力在身上。